讲苗栗的消息，苗栗县有一个议员叫詹美罗，伊伫公馆乡开一间金仔店，站的好歹度抢劫。有一个少年人假讲要买手指回老爸老母，伫纳钱的时呢，趁头家一个无注意，规盘共捧咧，就咧冲出去，坐接应的白色轿车就咧逃走。警方一个追查，半暝伫高速公路称作休息站，将这个姓张的主嫌为首的4名嫌犯拢总甲掠到。 穿乌衫的张姓嫌犯伫咧云楼隔壁买手指，当时头家娘苗栗县议员詹美罗摕2盘手指互伊警，查甫人趁议员伫咧算计数的时，一盘手指摸咧就走，随上一台白色的轿车逃走。 警方顺线追查，深夜伫咧高速公路台中清水休困站掠到4个嫌犯，为因的身躯顶找到40外卡金手指，甲卖手指所得的现金20万。我跟你讲，你涉嫌抢夺案件啊！我的钱是我妈妈给我的，你要去干嘛？这边很多钱啊！那我的钱呢？我们会处理啦。嫌犯互掠到了后，佫辩解讲现金是老母予伊的，不过警方调查，嫌犯先伫咧苗栗市区偷摕车牌啊挂伫咧犯案的车顶，抢劫了后伫咧东路交流道附近。 换另外一台车往台中的方向逃走。在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停车场发现张贤及其同伙等4人，立即予以压制逮捕。20万左右，还有那个35个戒指啊，有些戒指已经被敲本了。哦，已经被变现了，就变现了。当时嫌犯抢走63卡金手指，伫咧4点钟内就卖20卡，敢有犯罪集团伫咧背后倒卖？警方搁爱扩大追查。那议员伫咧当地开云楼36年，头一届当着抢劫，加在大部分拢有找回来，不过嘛，互议员惊甲破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